今期幫我配首炸裂啲嘅 BGM。我已察覺變化速度，的看似特別信號，我要兩腳退一步，但是並未做到，只聽到看到風暴，將於3秒後來到的倒數，一點一點增加速度，的看似特別信號。除咗咁靚嘅光景之外咧，學鐵雙呢個盤咧一樣都係少唔到嘅。125方入正個可以做到係4房帶主套嘅戶型俾你，而且仲要係沿用翻新規嘅使用率，全部都係超過100%噶啦。咁啊，3地鐵站上蓋嘅12號線、13號線同埋你有廣佛8號線入戶花園個位置嘅話咧，都係輕騎嘢啦，就係屬一半嘅面積嘅。咁啊 LDK 一體化設計啦，每一間房嘅空間感咧都係得嘅，而且呢個樓盤咧今日係呢個9月29號啱啱正式簽約呢個培英9年一貫制直升嘅。咁啊，商業部分嚟講嘅話咧，明年樓盤呢邊咧亦都係會起好一個商場噶啦。面積嘅話咧有成6萬方，所以話學鐵商一應俱全噶啦。6站嘅話咧就可以翻到去我哋越秀區嘅紀廉堂位置。即係如果你話攞住同樣嘅預算，大概係500零萬嘅，你係揀嗰邊嘅舊規20-30年嘅舊樓，定係揀6個站距離嘅新規江景樓呢？有興趣嘅話呢，不妨過嚟呢一度睇下，真係非常之讚。關注我團，下期見。